我哋日常起居之中最容易被忽略嘅，正正係最關乎養生根本嘅事。就講朝早起身呢一刻，多數人一睜開眼就忙忙碌碌，飲水洗漱，出門做運動，樣樣都覺得係尋常小事，卻唔知睜眼之後嘅半個時辰，正係一日之中陰陽交接、陽氣萌動嘅關鍵節點。好比一年之中嘅立春，草木初發嫩芽，最需要護持，最忌諱節損中國傳統養生。講天人相應天地，有晝夜寒暑嘅節律，人生都有氣血盛衰嘅周期，順住節律走就係養，逆住節律嚟就係耗，日積月累，盛衰嘅差別就喺呢啲細碎嘅選擇入面慢慢拉開咗。覺得呢番道理講到實處嘅朋友，不妨喺評論區打一句順時養生，亦都請順手點個讚，收個藏。朝早起身時多一分留意，就係對身體多一分照顧。今日就同各位傾3件朝早起身常做嘅事。好多人做咗幾年，仲當係養生好習慣，實際上日日暗耗陽氣，漸積濕濁。若果能夠趁早改掉，順住陽氣生發嘅規律嚟，唔使名貴補品，唔使複雜功法，身體自然會慢慢清爽翻，精神氣息都會有明顯嘅改善。先講一層根本嘅道理，易經以12時辰配12卦卯時，亦即係清晨5點到7點，對應震卦。震為雷為動，為初生之陽，就好似地底第一聲春雷響動，陽氣從封藏嘅狀態入面慢慢往外冒，力量仲好微弱，勢頭卻關係住成日嘅氣血盛衰。黃帝內經入面講，陽氣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節壽而不彰。人生嘅陽氣就好比天上嘅太陽，太陽升得順，成日都晴朗和煦，升得唔順就會陰翳滿布。朝早起身呢半個時辰就係太陽剛啱要露頭嘅時候，你俾佢添柴擋風，佢就升得旺；你俾佢澆冷水掀屋頂，佢就升得弱，甚至遲遲唔升。我哋講朝早起身養生，本質上就係護持呢股初生嘅陽氣，等佢順順利利生發起嚟。黃帝內經將一日分為4時，朝則為春，日中為夏，日入為秋，夜半為冬。清晨卯時正係一人提光氣主令，主書事，主生發。春係以順咗一陽氣舒展，氣虛調藏，春氣烈則陽氣鬱閉或耗散，後續嘅長收藏都會失序。所謂逆春氣則消陽不生，肝氣內變，放喺一日之中都係同理。朝早起身接選咗初生嘅消陽之氣，唔單止脾胃受困，肝氣嘅疏泄都會失常，人容易成日煩悶鬱結，提唔起精神。即係多數人唔會將呢種狀態同起身之後嘅幾件小事聯繫起嚟。古人講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一日之計在於晨。呢句說話原本唔只係講做事，更加係講養生春日養好咗生發之氣，一年都有根基。朝早養好咗升發之陽，成日都有底氣。第一件要改嘅習慣就係朝早一起身就即刻飲水，無論溫涼，空腹猛灌。呢幾年朝早起身一杯溫水清腸排毒養顏嘅講法流傳好廣，幾乎成咗大眾養生嘅共識。好多朋友一睜開眼，第一件事就係去倒一杯溫水，咕咚咕咚灌落去，覺得咁樣可以沖刷腸胃，稀釋血液，係每日養生嘅第一步。呢句說話唔係全無道理，卻只講咗水嘅功用，冇講時辰嘅宜忌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長期做落去反而容易傷咗脾陽，積咗水濕。中醫講水嘅屬性，無論溫度高低，本體都屬陰寒，冰水寒氣重，溫水寒氣稍減，但陰寒之性並未完全消解。就好似陰天同雨天，固然雨天更凍，但陰天都冇太陽，始終係陰氣偏盛。而清晨剛醒嘅時候，脾胃嘅陽氣正從休眠狀態入面慢慢蘇醒，就好似爐入面剛引燃嘅火苗，火勢仲弱，爐溫仲低，
只夠慢慢溫養臟腑，仲冇足夠力量去運化大量水飲。呢個時候一杯水灌落去，無異於往藥火上面澆一瓢水，火苗當場就弱下去，脾胃嘅運化之力都會被遏止。脾主運化，一來運化水谷精微，將我哋食嘅食物變成氣血滋養全身；二來運化水濕，將身體入面嘅水分輸布到該去嘅地方，多餘嘅就排出體外。脾陽一弱，運化水濕嘅能力就會下降，飲入去嘅水唔能夠化成津液濡養周身，反而會停喺身體入面變成濕濁。金元名醫李東垣喺脾胃論入面開篇就講：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一身嘅氣血津液全靠脾胃運化水谷嚟生成，一身嘅陽氣都全靠脾胃吸收嘅水谷精氣嚟充養。朝早呢一杯水看似小事，卻直接錯咗脾胃嘅生發之機。脾胃一弱，上不能輸精於肺，下不能行氣於腎，中間不能運化水濕，周身嘅氣機都會跟住滯結。好多人只知道濕氣重會讓人睺倦，卻唔知濕邪最困。脾越虛，濕越重，濕越重，脾越虛，形成一個解唔開嘅死循環。源頭往往就係朝早呢一口水日復一日俾脾胃添嘅負擔。濕濁係好黏滯嘅嘢，好似油一樣黐喺臟腑經絡入面，行到邊度就出問題。濕濁停喺頭面，清陽之氣升唔上去，就會成日頭昏腦脹，好似裹咗一層濕棉布，眼皮發沉，記性都差。停喺肌膚就容易面部浮腫，皮膚油膩，頭髮易油，甚至生濕疹、生暗瘡。停喺腸胃入面就會腹脹冇胃口，大便溏軟黐粒粒，沖馬桶都沖唔乾淨。停喺下肢下午就容易腿腫腳脹，鞋都覺得緊。停喺關節處，遇凍遇濕就酸痛發沉，比天氣預報還準。好多朋友話自己濕氣重，紅豆薏米水飲咗幾大罐，艾灸拔罐都試過，就係去唔乾淨。其實多半係源頭冇堵住，一邊天天朝早起身飲水俾脾胃添濕，一邊諗盡辦法排濕，就好似一邊往池入面放水，一邊往外舀，水永遠都舀唔完，源頭唔堵，濕氣永遠有來路，自然難除乾淨。有人會話西醫都講朝早起身飲水有益，點解到呢度就唔對？其實中西醫睇問題嘅角度唔同，西醫睇到嘅係水對腸道嘅物理沖刷，對血液嘅稀釋作用，卻少談人體晝夜節律入面臟腑功能嘅強弱變化。現代研究都發現，人剛睡醒時體溫處於一日當中嘅低谷，腸胃蠕動，慢消化液分泌少。呢個時候大量飲水會稀釋胃酸，降低早餐嘅消化效率，長期落去容易引發消化不良、慢性胃炎、消化弱咗、營養吸收差、糟粕排唔乾淨，自然容易生濕生痰。呢個同中醫脾濕健運、水濕內停嘅道理本質上係相通嘅。古人嘅晨起習慣其實最懂呢個節律。傳統養生入面，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從嚟唔係飲水，係醒我。醒咗先靜臥片刻，唔急於起身，等神志慢慢清明，氣血慢慢活絡。呢個叫醒神之後，慢慢坐起做幾節簡單嘅導引，比如搓手摸面、叩齒咽津、右腹伸腰等臟腑嘅陽氣慢慢收升過嚟，再落床坤掃、梳髮如廁。等呢一套事做完，差不多1刻鐘過去，脾胃都醒透咗，呢個時候先會飲少少溫飲，或者淡茶，或者早湯，小口慢飲，絕對唔會空腹猛灌一大杯水。呢個唔係古人繁瑣，係古人懂得順嘅道理。陽氣剛醒，你就俾佢派重活，佢自然不堪重負。等佢慢慢旺起嚟，再讓佢運化水飲，就係順理成章嘅事。差嘅只不過係10幾分鐘，對身體嘅影響卻天差地別。咁朝早起身，口乾便秘點算？難道朝早就唔可以飲水？
當然唔係水，當然可以飲，關鍵係時機，係方式，係品味。正確嘅做法好簡單，醒咗先靜臥半分鐘，慢慢坐起，靠喺床頭再歇半分鐘，唔好急住落床，雙手搓熱，掌心對住肚臍，順時針輕輕揉腹20-30圈，再將搓熱嘅掌心抹喺後腰兩側，溫一溫腎俞嘅位置，幫住脾腎嘅陽氣先醒過嚟之後，慢慢落床，刷牙、洗面如廁，等呢啲日常瑣事做完，身體嘅陽氣都升得差唔多啦。呢個時候再飲水就唔會傷脾，飲乜嘢都有講究。脾胃偏寒，平時容易怕冷大便，糖丸嘅人唔好再飲寡到嘅溫白開，可以泡少少薑棗水，2-3片生薑，2-3粒去核嘅紅棗，用滾水燜10分鐘，個手球慢慢飲。生薑鮮鬱可以幫助陽氣生發，溫暖脾胃；紅棗甘溫可以補中益氣，兩樣搭配，既能補水，又能幫脾胃點火。水飲能夠被順利運化，唔會變成濕濁。如果係體質偏燥熱，容易口乾口瘡嘅人，可以少放薑，加2片陳皮，理氣燥濕，又唔容易上火。或者用炒過嘅大米泡一杯炒米水，大米炒過之後寒性盡去，健脾燥濕嘅效果好好，飲落去溫溫嘅好舒服。飲水嘅時候切記小口慢咽，唔好焗凍猛灌刺。飲100幾毫升，唔覺得渴就夠啦，唔使強求，非要飲夠500毫升。飲得太多太快，脾胃運化唔及，反係要變成濕濁，得不償失。就咁一個細細嘅調整，將飲水嘅時間往後挪10幾分鐘，換一換飲嘅嘢，堅持半個月，你就會發現朝早起身頭唔敢沉啦，大便慢慢成形啦，身體都清爽唔少。好多時候養生唔係做加法，而係將做錯嘅事改過嚟，將損耗嘅源頭堵住身體，自己就會慢慢調好。第2件要改嘅習慣，就係朝早即刻木頭浴身，尤其是冷水澡洗頭後唔吹乾就出門。唔知從幾時開始，朝早沖涼成咗精緻生活嘅象徵。好多後生仔後生女受西方生活方式影響，覺得朝早起身沖個涼清清爽爽，去返工既乾淨又提神。夏天出汗多，朝早起身沖涼嘅人就更多啦。仲有唔少油性髮質嘅朋友，覺得朝早唔洗頭就冇法見人，天天雷打不動，朝早洗頭。呢個習慣放喺西方人體質上面，或許話可以放喺東方人身上。長期堅持卻後生陽氣，東西方人體質唔同，西方人高理疏鬆，陽氣偏浮於外。朝早沖涼散，少少陽氣影響唔大。東方人高理相對滋密，陽氣偏於內守。朝早正係陽氣從內往外走嘅關鍵時候，沖涼好容易打亂呢個節奏，既泄內裏嘅陽氣，又招外來嘅寒濕，雙重損傷。《黃帝內經》入面講衛氣，話衛氣晝日行於陽，夜行於陰。衛氣就係我哋身體嘅保護罩，循行喺皮膚土裏之間，負責抵禦外邪，溫養肌膚，調節毛孔開合日頭。衛氣走喺體表，保護罩就打開人就精神。夜晚衛氣翻到臟腑入面休息，保護罩就收起嚟，人就入睡。清晨剛醒嘅時候，衛氣剛要從臟腑往體表走，拖你半開半合，正係防護最薄弱嘅時候。就好似守城嘅衛兵剛換裝，隊伍都仲未站齊，城門都冇關嚴。呢個時候沖涼，熱水一沖，皮膚受熱，毛孔瞬間全部張開，毛孔一開，正要往外走嘅衛氣就會順住毛孔散泄出去，相等於保護罩仲未搭好就先漏咗氣。同時浴室入面嘅濕氣、外界嘅寒氣都會順住張開嘅毛孔鑽進經絡同臟腑入面，一泄一進，內裏嘅陽氣耗咗，外面嘅寒濕都進嚟啦。唐代孫思邈喺《千金要方》入面早已列低諸多沐浴禁忌，其中陂忌浴、飽忌目係基本準則，
清晨人剛成腹中空水谷，半身正氣做藥。呢個時候沐浴池削，被人到體表內裏，臟腑更舒，旨意後生陽氣。又話先木頭，勿當風，勿濕肚臥。朝早洗頭後匆匆出門，髮根未乾，就迎住風早寒濕之邪，順住三陽經直入頭部，輕則引發頭風偏頭痛，寒則濕旋經下行，牽連肩頸、腰背乃至臟腑。好多人只覺得朝早洗頭清爽，卻唔知呢份清爽係以耗散陽氣、埋下寒濕為代價嘅。後生時陽氣盛，尚能頂住年過40，陽氣漸衰，各種酸痛、頭沉、怕冷嘅毛病就會一一顯現。時間耐咗，胃氣越嚟越虛，身體嘅保護罩越嚟越薄，自然就容易出問題。最直接嘅表現就係怕冷。常年朝早沖涼嘅人，往往手腳偏涼，比人哋更怕冷。一吹冷風就容易感冒。換季嘅時候最先中招。再往下發展，寒濕倒喺經絡入面，就容易肩頸發緊、關節酸痛。尤其洗頭後唔吹乾，就出門寒濕，順住頭部經絡往裏轉。頭為諸陽之會，陽氣被寒濕困住，就容易反覆偏頭痛。朝早起身頭沉發緊，記憶力都會慢慢下降。女士更加要留意呢件事。女子以血為本，陽氣本就偏弱，朝早洗頭沖涼，黃濕順住頭部經絡往下走，很容易凝滯喺胞宮，形成宮寒。宮寒日久經痛，月經推遲，血塊多，手腳冰凍都會罩上門，絕對唔係小事。生活中常見年輕姑娘經痛嚴重，冬天暖水袋不離身一問，多半都有常年朝早洗頭嘅習慣，就係寒濕日積月累嘅結果。古人講沐浴有時係好有講究嘅。古人沐浴多揀喺午後陽氣盛嘅時候，或者夜晚瞓覺前，絕對唔會喺清晨陽氣初生嘅時候全身沐浴。朝早起身只做滾掃，亦只係洗手洗面、漱口梳髮，唔會動全身嘅水。午後陽氣最盛，呢個時候沖涼，外界陽氣足，自身胃氣都旺，唔容易受寒濕侵襲。睡前沖涼，溫水可以放鬆筋骨，舒緩一日嘅疲憊，幫助陽氣順利收斂返臟腑。洗完暖粒粒上床，睡眠質素都會更好。呢個唔係古人唔講衛生，係古人懂得起居有常嘅道理。做乜嘢事都要順住氣血嘅節奏。嚟該護陽嘅時候護陽，該散濁嘅時候散濁，順序錯咗毫事都會變成壞事。當然唔係話朝早絕對唔可以沖涼。如果夏天朝早起身實在汗多難受，用溫水快速沖一下都無妨，但要注意浴室溫度唔好太低。洗完即刻擦乾全身，頭髮一定要徹底吹乾，尤其是髮根，唔好帶住濕氣出門，更加唔好吹冷風。冬天同陰雨天就盡量避免朝早沖涼。呢個時候天地間寒濕，本就重沖涼無異於主動引邪入體。最穩妥嘅做法還係將沖涼洗頭嘅時間改到夜晚睡前1小時左右，水溫控制喺40度上下，唔好太燙洗，15到20分鐘就夠啦。洗到身體微微發熱，出一層薄汗，就好唔好洗到大汗淋漓。大汗淋漓會耗散心陽同津液，反而傷身體。洗完擦乾身體，吹乾頭髮，歇一陣再瞓覺，既能洗去一日嘅塵勞，又能幫住陽氣收藏，瞓得安穩。第二日朝早起身，自然精神飽滿。好多人話朝早沖涼提神，其實嗰種提神係暫時嘅，係陽氣被逼浮到表面帶嚟嘅假象，就好似將蠟燭嘅火苗撥大少少，睇起嚟更亮，實際上燒得更快。到咗中午下午，陽氣散得差唔多啦，人就會特別疲憊，昏昏欲睡。而夜晚好好沖涼，陽氣收藏得好，第二日朝早自然神清氣爽，咁先係真正嘅精力充沛。第三件要改嘅習慣就係天未光就出門做劇烈運動，空腹猛練，追求大汗淋漓。
一日之計在於晨。呢句說話本來係勸人早起振作，規劃一日之事，到咗而家卻成咗好多人天未光就出門劇烈運動嘅理由。4、5點鐘天仲黑住就跑到公園跑步、跳操、打羽毛球，風雨無阻，覺得呢個係自律，係養生，越累越有效果。運動本身係合時，動則生陽，適當運動能夠幫助陽氣生發，疏通氣處，強健肩骨。但錯就錯在時間唔對，強度唔對，尤其是天未光嘅時候，劇烈運動非但唔養生，反而好耗傷元氣。從天地節律嚟睇，天未光之時，陰氣未散，陽氣未升，霧氣寒濕都沉喺地表，尤其是樹林草叢邊，一夜嘅陰氣都未散，係一日當中寒濕之氣最重嘅時候。呢個時候喺戶外劇烈運動，呼吸加深加快，大口大口咁喘氣，就會將天地間嘅寒濕之氣大量吸進肺入面。肺主一身之氣，又負責通調水道，肺被寒濕困住，宣發同縮降嘅功能就會失常，水液代謝唔掉，就會變成痰濕停喺體內。肺係人體抵禦外邪嘅第一道防線，肺氣一傷，胃氣就不足，抵抗力就會下降，反覆感冒、咳嗽、過敏性鼻炎都會找上門，長年累月咁樣寒濕積喺肺入面，慢慢就會變成慢性嘅呼吸系統問題，一到換季就發作，好難根治。從人生節律嚟睇，清晨剛醒，陽氣仲好微弱，氣血運行緩慢，關節肌肉都處於僵硬狀態，就好似一台凍咗一夜嘅發動機，仲未預熱就猛踩油門，高速狂奔，時間耐咗肌腱磨損必然嚴重。呢個時候做劇烈運動，身體被迫高速運轉，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，就會大量調動儲存嘅陽氣嚟應急，亦即係我哋講嘅元氣。元氣係先天之本，藏喺腎入面，就好似我哋與生俱來嘅一罐煤氣，用一點少一點，好難補翻嚟。天天朝早天未光就劇烈運動，相等於天天提前透支元氣，睇起嚟精神，實際上內裏越嚟越空。生活中常見到常年堅持晨跑嘅人，睇起嚟清秀，個面色偏黃，容易疲憊，一換季就生病，稍微攰少少就換唔翻，就係元氣耗傷太過嘅緣故。四氣調神大論入面講，冬季養生要早餓晚起，必待日光。其實呢個道理放喺每日清晨都同樣適用。太陽未出之時，天地間陰氣未散，陽氣未明，就好似一日之冬，本係陽氣潛藏嘅狀態。呢個時候強行劇烈運動，就係逼陽氣提前外泄，違背咗藏嘅規律。道家養生講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從來唔係隨口講嘅，係順住天地陽氣嘅起落嚟安排人生嘅動靜。動則生陽唔假，但有個前提，未動則仍生過，動則陽耗。清晨陽氣如嫩芽，微風細雨能助佢生長，狂風暴雨只會吹折佢。劇烈運動就係嗰陣狂風，看似讓陽氣一下子旺了，實際上係透支咗根本，旺得快，衰得都快。更加唔使講空腹晨練嘅人，覺得空腹燃脂快，減肥效果好。朝早本嚟就冇水谷精氣補充，劇烈運動全靠調動元氣支撐，減嘅唔係脂肪，係身體嘅根本。減到最後，都方冇減幾多，陽氣先耗空啦。月經不調、脫髮、怕冷、抵抗力差都跟住來，實在係得不償失。中國傳統嘅晨練從來唔係天未光就猛練，古人講日出而作晨練，一定要等太陽出嚟，霧氣過咗，天地間嘅陽氣升起嚟啦，再出門。道家嘅導引術、太極拳不斷咁，都係日出之後先練講究。坐日精借住太陽嘅陽氣嚟保養自身，而係趁住陰氣重嘅時候耗自己。而且傳統嘅晨練核心都係一個緩字，動作舒緩，呼吸調勻，形神合一，目的係喚醒身體，疏通氣血，
幫助陽氣順利生發，唔係追求累、追求出汗、追求燃脂。古人講微動性陽，過動耗陽，朝早嘅運動點到為止，就好動到身體，微微發熱，氣血通暢就係最佳狀態。一旦氣喘吁吁、大汗淋漓，就係過攞，反而耗陽。我見過唔少退休嘅朋友，退休後一心養生，天未光就去爬山跑步，結果跑咗幾年，膝蓋都壞啦，咳嗽都走上門，身體反而不如以前。一問緣由，都係運動嘅時間同強度冇掌握好。本該養陽嘅時辰，反倒做咗耗陽嘅事，越努力越傷身。正確嘅晨起運動，記住3個原則就好。第一，等太陽出嚟再出門，尤其是秋冬季節，太陽升起得晚，就唔好急住出門，喺屋企先活動活動，等日光出嚟，霧氣散盡了再出去。呢個時候天地間陽氣升發，寒濕消散，運動嘅時候既能呼吸新鮮空氣，又能借住日光保養陽氣，事半功倍。第二，運動前充分熱身，朝早身體僵硬，氣血遲緩，千祈唔好一上嚟就猛跑猛跳，先喺屋企轉下頸，甩下急波，壓下腿，活動下腰胯，做5到10分鐘嘅熱身，等身體微微發熱，關節都靈活啦，再開始運動，既能避免運動損傷，亦都可以俾陽氣一個慢慢生發嘅過程。第三，揀緩和嘅運動，控制強度，朝早唔適合快跑、重訓、打球呢類劇烈運動，快走、散步、太極拳、八段錦、廣播體操呢類舒緩嘅運動就好好。運動到身體微微發熱出，一層薄汗就停，唔好追求大汗淋漓，汗為心之液，大汗必傷心陽，亦都耗津液，實在得不償失。將呢3點做到，運動先係真嘅養生。既能幫助陽氣升發，又唔會耗傷，根本堅持落嚟，你會發現運動完唔會覺得累，反而渾身舒暢，成日都有精神。呢個先係運動該有嘅效果。講到呢度3件朝早起身而耗陽積濕嘅事就都講透啦。講嚟講去，核心其實只有一個道理：朝早係陽氣初生嘅時辰，養生嘅關鍵係順住陽氣生發嘅聖旨嚟幫佢一把，而唔係逆住佢耗佢損佢。朝早即刻飲水係屋脾陽，讓陽氣升唔起嚟。朝早即刻沖涼係泄胃陽，讓陽氣散出去。天未光劇烈運動係耗完陽，將底子掏空。呢3件事樣樣都逆住陽氣嘅節律，斷此呵血提唔出大礙，撐年累月落，佢陽氣一天天耗順，濕氣一天天堆積，身體自然就慢慢弱了，各種小毛病都會找上門。反過嚟，將呢3件事改過嚟，等陽氣醒咗再飲水，將沖涼挪到夜晚，等日出再做運動，看似只係調整咗順序同時間，實際上係順住氣血嘅節律，護住咗陽氣嘅根本。陽氣足了，脾胃運化有力，水濕自然能化掉氣虛，自然能充足，五臟6腑都得到滋養，精神睡眠，腸胃抵抗力都會慢慢好起嚟。好多人總覺得養生係件好複雜、好花錢嘅事，要食名貴補品，要學高深功法，要花大把時間。其實唔係真正嘅養生，從來都藏喺日常嘅吃喝拉撒瞓入面，藏喺每一個唔起眼嘅小細節入面。黃帝內經講，上古之人其之道者，發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要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而盡，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。乜嘢叫發於陰陽？就係跟住天地嘅節奏走，天亮而起，天黑而息，陽氣升時護之，陽氣降時藏之，唔使什麼神通法術，將每日起身嘅順序調對，將每一件小事做順，就係最樸素嘅養生。我哋現代人總覺得人定勝天，想幾時瞓就幾時瞓，想幾時食就幾時食，想點折騰身體就點折騰，覺得後生定得住。可身體係最誠實嘅，佢唔會即刻抗議，卻會一筆一筆記賬，
一日兩日冇差別，一年兩年有差距，10年20年落去，人與人之間嘅健康狀態就會有天淵之別。同樣係50、60歲，有啲人精神矍鑠，遊山玩水都唔費勁，有啲人一身病痛，天天同藥為伴，差別往往就藏喺呢日復一日嘅起居細節入面。中醫講治未病，從來唔係一句空話，唔係要等到病咗再去尋醫問藥，而係喺每一個日常嘅細節入面避開損耗，護持正氣。淮南子入面講，聖人敬小慎微，動不失時。養生嘅聖人唔係有什麼通天嘅本領，只係能夠喺人哋唔在意嘅小事上留心，喺該護陽嘅時候唔好陽，喺該養陰嘅時候唔擾陰。呢3件朝早嘅小事，冇人會當佢哋係病可，日積月累，佢哋就係百病嘅萌芽，反過嚟將呢3件事改過嚟，都冇人會覺得係多大嘅養生功夫。可日復一日護住嘅就係一身嘅陽氣，就係健康嘅根基。呢3個習慣改起嚟其實一點都唔難，唔使花錢，唔使額外抽時間，甚至唔使改變你原本要做嘅事，只係換個時間，換個順序，換個強度而已。嗰就係呢一點點嘅改變，堅持1個月、半年、1年，俾身體帶嚟嘅好處會遠遠超出你嘅預期。養生從來唔係一蹴而就嘅事，佢係一輩子嘅功課，藏喺每一個清晨嘅選擇入面。將朝早呢第一件事做對啦，呢一日就開咗個好頭，將每一天都過順啦，呢一輩子自然就能健康安穩。亦都希望各位將呢啲道理分享俾身邊嘅家人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常年朝早飲溫水、朝早洗頭、天未光就晨練嘅人，佢哋或許仲唔知道呢啲習慣背後嘅影響。你嘅一次分享，或許就能幫佢哋改掉一個損耗身體嘅習慣，少受好多病痛之苦，多享幾年康健之福。人生在世，身體係我哋最根本嘅依託，善待自己嘅身體，順天地嘅節律過日子，不妄作，不強求，將日常嘅小事做好，就係對自己對家人最大嘅負責。願各位都能護住一身陽氣，化掉周身濕濁，日日清爽，歲歲安康。